瞓覺對我哋嚟講咧，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噶。瞓得唔夠，我哋身體內咧應付癌症嘅細胞會減少，患有老人痴呆嘅風險亦都增加。唔夠瞓去揸車，你嘅精神狀態係同醉酒駕駛冇分別。再加上容易覺得肚餓啦，食飽咗都仲繼續想再食嘢，體重減極都減唔到啊！大家好，我係啤啤，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呢，我諗對聽緊嘅你啊，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嘅一本書，書名叫做 Why We Sleep， 為什麼要睡覺？作者 Matthew Walker。咁 Walker 博士就係曾經擔任哈佛醫學院嘅精神科教授，而家佢就喺 UC Berkeley 嘅分校入邊咧擔任神經科學同埋心理學教授啊，亦都係創辦咗人類睡眠科學中心。佢花咗超過20年嘅時間去研究睡眠呢一樣嘢噶，致力向世界咧宣揚瞓覺嘅重要性啊。嗱，今日呢本書咧，我相信只要聽嘅你係一個人啊，都一定關你事噶啦。而啤啤我自己睇完呢本書咧，都有好大嘅得着啊，令到我再重新審視一下咧，即係自己嘅睡眠習慣係咪夠好咧？定還是我而家嘅睡眠習慣係殺死緊自己啊？連我自己都唔知道咧。咁今日我就會分享部分呢本書嘅精華內容啦。嚟緊幾日我就會同早餐會會員嗰邊咧講晒成本書嘅。早餐會會員係一年365日咧，每一日都有新節目聽噶，每一日吸收少少咧，就增進自己嘅一啲嘅知識啊。有興趣可以撳下面條 link 去加入啦。咁我建議大家喺 Patreon 嗰度加入嘅 ，YouTube 都可以。咁但係 Patreon 咧就冇廣告嘅滋擾啊，同埋可以咧背景播放，等大家咧唔使着住個 mon 去收聽啦。事不宜遲，我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啊！嗱，大家有冇試過咧？明明你瞓足8個鐘嘅，咁但係咧你起身之後仍然覺得好攰啊！又或者係你做咗一陣嘢之後咧，就開始瞌眼瞓啊！又或者係你晚晚都有失眠嘅問題，朝朝早咧都要靠飲咖啡先可以撐到咧每一日嘅工作啊！嗱，咁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咧，今日嘅內容就特別啱你聽啦。因為根據 Walker 博士嘅研究咧，大部分人啊，我同你都比自己想象中咧更加缺乏睡眠，即係瞓唔夠咯。而呢種慢性睡眠不足嘅後果咧，就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嚴重噶。咁首先啦，我哋就要了解咧睡眠嘅基本機制先。人嘅睡眠咧，主要受2個主要嘅機制去調控噶。第一，我哋嘅生理時鐘咯，呢個大家都識噶啦。第二就係一樣咧叫腺苷嘅分泌物啦。咁首先講生理時鐘啦，生理時鐘咧就好似我哋嘅 inner clock 一樣啊，係嘛？即係我哋嘅體內嘅生物鐘咯。呢個鐘咧係受松果體分泌嘅褪黑激素去控制噶。咩意思咧？就係對光暗嘅反應特別敏感嘅。簡單啲講咧，就係你接觸到光線嘅，你個身體咧就會覺得呢個係日頭咯，你會保持清醒。咁但係相反啦，啲光線咧開始暗咯，夜晚你就會開始覺得有睡意咯。嗱，咁每個人嘅生理時鐘咧都有啲唔同噶，所以有啲人咧係真係所謂嘅晨型人啊，早睡早起。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夜貓嚟嘅，夜瞓又晏啲醒。咁呢個差異咧主要係由基因去決定噶，唔係話你懶唔懶噶。好啦，第二個機制咧就係腺苷啊，呢種嘅物質咧會令到我哋喺醒嘅時候咧不斷咁樣累積噶。嗱，即係你想象一下啦，你今朝一起身醒咧，你嘅腺苷咧就開始累積噶啦。隨住我哋體內嘅腺苷嘅水平不斷上升咧，我哋會越嚟越攰，越嚟越想瞓噶啦。咁而腺苷嘅水平去到頂點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自然入睡咯，想瞓咯。咁去到我哋瞓覺瞓緊嘅時候咧，我哋嘅腺苷又會逐漸減少翻，所以你朝頭早醒嘅時候咧，又會覺得好清醒啦，感覺好好啦。咁聽到呢度咧，我諗大家都有試過捱夜嘅經驗係嘛？咁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即係細個嗰陣咧，咁啊同啲同學去唱通宵 K 嗰啲經驗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嗱，通常你捱夜通頂咧，可能去到凌晨3、4點嗰啲位咧，係特別難頂噶，好想瞓覺。咁但係啦，如果你捱過咗嗰個鐘數咧，你捱到去朝頭早6點零7點，即係天光嘅時候咧，你好似突然間咧又清醒翻咁樣噶，有第二股嘅衝勁咁樣，即係咧你捱到朝頭早6點7點咧去食 M 記早餐咧，你好似又冇咁眼瞓噶咯。咁作者嘅解釋啦，就係因為咧，嗱，你想象一下，你嘅腺苷一路咁樣累積啊嘛，去到凌晨3、4點咧，你好想瞓覺噶啦已經，咁但係啦，一去到6、7點個天光啊嘛，咁個天光咧，你個生理時鐘咧
又開始啟動啦，因為接觸到光線，咁你個身體覺得而家係日頭，而日頭你係應該清醒噶。咁呢個生理時鐘咧就暫時抵消咗部分腺金嘅效果啊，所以你感覺咧去到6、7點你係會冇咁想瞓噶啦，天光嘅時候。咁呢個咧就用一個科學嘅角度咧解釋咗啦，即係點解我哋會有咁嘅感覺咧？半夜好想瞓，但係去到一個位咧，你又覺得冇咁想瞓噶啦。咁好啦，下一個部分咧我哋就講咧，咁去到我哋人瞓覺嘅時候，個腦部其實係發生咗啲乜嘢嘅咧？原來我哋嘅睡眠周期咧，主要分為2種噶，一種咧就係非快速眼動睡眠 （non-rapid eye movement） 同埋快速眼動睡眠 （rapid eye movement）， 即係你個眼珠咧就喐得好快嘅呢個周期啊。嗱，咁每一晚咧，我哋都會經歷4至5個大約90分鐘嘅睡眠周期噶，而每一個周期都會包括呢2種嘅睡眠狀態嘅。而呢2種嘅睡眠狀態咧，對我哋都非常非常重要噶。嗱，咁首先講非快速眼動睡眠先啦。喺呢個時段咧，我哋嘅腦電波會變得緩慢而且強大。有乜功能咧？咁呢個階段咧，主要係幫我哋嘅大腦咧清除一啲嘅垃圾啊，將一啲短期嘅記憶轉移到去咧長期嘅記憶，同時修復翻身體嘅組織。即係譬如咧，你臨瞓前如果睇咗啲資料啦，溫咗書嘅。咁就係靠咧呢一個非快速眼動睡眠嘅周期咧，幫助你去鞏固呢一啲記憶噶。所以咧，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溫完書啊，聽日有考試啊，又或者有啲嘢你要想要記住啊呢啲咧，我哋咧係一定要早啲瞓啦，瞓得好噶。因為瞓覺咧其實係幫緊我哋去記嘢噶，唔係淨係休息咁簡單噶。好啦，去到下一步就係快速眼動睡眠 （rapid eye movement）， 即係 REM 啊。咁 REM 嘅睡眠咧就係我哋發夢嘅階段啊。喺呢個階段咧，我哋嘅腦電波咧會變得好快啦，同埋好亂噶，幾乎係同我哋清醒嘅時候咧一樣咁活躍嘅。嗱，呢個 REM 嘅睡眠咧嘅主要功能係幫我哋處理一啲情緒嘅記憶啦，增強創造力，甚至係提高解決問題嘅能力噶。而所有嘅哺乳類動物咧都需要呢個 REM 睡眠嘅。證明咧，即係佢對我哋生存咧係非常之重要噶。嗱，咁我諗大家都試過發夢啦，又或者係發一啲咧好天馬行空嘅夢啊。咁而呢一啲咧就係喺我哋 REM 睡眠嘅時候咧發生噶。咁而聽嘅你咧，即係我諗都冇乜邊幾個人咧可以講得出話自己嘅睡眠質素咧係好好噶。即係我哋一般都市人個睡眠質素咧都係比較差噶，可能每晚淨係瞓得6個鐘啦。瞓之前咧又睇手機啦，咁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咧？手機熒幕發出嘅藍光咧係會抑制我哋嘅褪黑激素分泌噶。有咩影響咧？就係令到你可能瞓唔着啦、失眠啦，破壞你嘅睡眠質素咯。結果就係咧，大家日日都好似瞓唔醒啦、瞓唔飽咁樣啦，影響我哋嘅工作同埋生活。嗱，咁我哋唔夠瞓咧，唔單單係會影響我哋嘅注意力噶，睡眠不足對我哋健康嘅影響咧係喺各個方面都有噶。咁 Walker 博士佢嘅研究就顯示啦，缺乏睡眠咧會削弱我哋嘅免疫系統，增加患感冒嘅機會，另外會提高我哋患上心臟病、糖尿病同埋肥胖嘅風險，損害我哋嘅腦功能，影響我哋嘅記憶力、集中力同埋創造力，同時增加我哋嘅情緒波動，加劇你嘅焦慮同埋抑鬱，同埋如果你係貪靚嘅話咧，就缺乏睡眠咧會加速我哋嘅衰老進程噶。咁作者仲提到咧，即係有一樣值得我哋注意嘅嘢咧，就係研究發現，我哋判斷自己係咪睡眠不足嘅時候咧，好多咧慢性睡眠不足嘅人啊，都以為自己嘅狀態係正常噶，因為你已經慣咗你自己嘅平均表現咧就係咁樣咯。但其實你呢個表現咧，其實已經係差咗啊。但因為你每一日都唔夠瞓啊嘛，你每一日嘅表現咧都係平均地差咗，咁所以你會覺得呢個已經係一個常態。你自己唔覺噶，就好似咧一啲飲醉酒嘅人咧，佢都覺得自己仲可以揸車一樣啦。咁你就想象一下啦，如果你連續幾日每晚只係瞓6個鐘嘅話咧，你嘅認知表現會同飲咗酒啦，甚至係通頂嘅嗰啲人咧一樣咁差噶。但係現實就係咧，大部分人佢哋都唔知道咧，自己已經處於呢一種咧，我哋叫做睡眠醉酒嘅狀態啊。即係打個比喻咧，就係如果你長期都唔夠瞓，其實你同飲醉酒咧冇乜分別噶。尤其係當你經常都唔夠瞓嘅時候咧，身體嘅呢種表現低下嘅狀態會成為你嘅新常態咯，令到你更加難察覺個問題喺邊度啊。
嗱，咁坦白講啊，Bear Bear我自己咧都係近呢幾年啦，即係開始唔使返 full time 之後咧，先開始去着重睡眠呢一樣嘢噶。以前總係覺得咧，即係你有19萬樣嘢做啦，係咪？咁你都要做晒，你先可以瞓噶嘛。咁但係而家睇完呢本書咧，就明白咗咧，即係犧牲咗嘅睡眠咧，換翻嚟嘅效率啊，即係所謂嘅效率，其實係假象嚟嘅啫。你唔夠瞓咧，對大腦嘅損害咧係永久嘅。你唔會知道咧，你如果瞓得夠嘅話咧，你第二日嘅表現係會更加好噶。你嘅記憶力亦都會提升，專注力、創造力同樣都會提升。大家知唔知道？根據研究顯示，你瞓得夠、瞓得好嘅話咧，可以令你第二日解決問題嘅能力提升咗40%。而作者嘅實驗亦都顯示咧，就係一啲瞓得夠嘅學生咧，比起一啲瞓唔夠嘅學生咧，喺數學題嘅表現更加好，處理複雜情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更加冷靜同埋理性啊。而小朋友同青少年對睡眠嘅需求咧，其實更加大噶，因為佢哋嘅大腦咧仲係處於一個發育嘅階段啊。Walker 博士就指出啦，青少年嘅生理時鐘咧，天生係比成年人咧推遲咗2至3個鐘噶。所以佢哋咧會自然想晏啲瞓，晏啲醒。咁但係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現代社會咧，學校嘅作息咧係冇配合到呢個生理嘅特性噶，導致大多數嘅青少年咧長期都係處於咧睡眠不足嘅狀態。所以啦，如果你屋企咧有啲正值青春期嘅小朋友咧，唔好責怪佢哋懶惰，即係括住懶惰啦，因為其實咧係真係天生嘅，唔係佢哋懶。因為佢哋嘅生理時鐘咧就係咁樣運作噶，咁相反啦，應該幫佢哋建立一個規律嘅作息啦，減少翻夜晚使用電子產品嘅時間。而喺呢本書剩餘落嚟嘅部分咧，我會同大家咧分享更多改善睡眠嘅具體方法咯，包括點樣優化我哋嘅睡眠環境，調整我哋嘅作息時間，同埋應對一啲咧常見嘅睡眠問題啊。而喺今集完之前咧，我都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諗下啦，就係你認為自己每日嘅睡眠時間足唔足夠呢？根據 Walker 博士嘅研究咧，絕大多數嘅成年人咧都需要7至9個鐘嘅睡眠噶。如果你日日都覺得自己需要鬧鐘先至起到身，又或者係咧 weekend 要補足成幾個鐘嘅睡眠嘅話咧，咁你可能已經係慢性睡眠不足嘅狀態啦。記住，瞓覺咧唔係浪費時間噶，而係投資緊我哋嘅健康同埋我哋嘅效率嘅一樣必要嘅行動啊。會員們，聽日再傾，拜拜。